这家己的门山除了普发现金1万块以外，即马嘛宣布要搁加分3000块，对12月初8就开始来发放。因为这家己市呢，嘛要甲原本普发的3000块，搁再增加到6000块。预算案已经送去到议会审议啊。上紧伫个旧历过年进前，这家己市民就会当收到这个大红包。乡公所人员确认户口的资料了后，门山乡的村民就会当领到乡公所普发加本的3000块。领到这个红包的民众拢真欢喜，会当伫过年进前摕厝内佫增加一寡家用。发这3000啊，来互咱乡亲啊，多少有点一点保障吼啊，希望大家有这个领3000的，大家当过一个好年安尼。买3块，搁买厝内用的，可能会用在小孩身上吧。除了家己县门山乡的普发，家己市政府嘛宣布，甲普发的3000块提悬到6000块，估算有26万的市民受惠。这条16亿2000万的预算已经送到议会审议。市长黄敏惠表示，这笔钱是用税给村的部分来办理，不影响市政的建设。我们在这加码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希望咱得发钱，但是咱买碳钱，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完全加码这6000元完全不举债，而且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公共建设、我们所有市政建设的推动。市政府表示，这笔预算会伫刷落来临时会来审议，若是通过，上紧会伫旧历过年进前就会当发予市民，嘛呼吁市民会当把钱留伫家己市消费，来增加在地经济的活发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